喺中國漢代已經出現戲棚，喺2017年，戲棚更加被列入為非物質文化遺產，而香港就將呢種國粹發揚光大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曾經將搭棚推舉為香港10大最令人讚嘆嘅事。喺外國人嘅眼中，香港嘅搭棚技術絕對係世界第一。外國人嚟到香港咧，往往好多時候見到啲竹棚架咧就猛影相噶啦。半島酒店就做呢個翻新嘅時候插棚係放出嚟，我哋 train 到要接住條竹噶喎。日本電視台就拍到哇！因為呢個竹接住啊嘛，咁佢哋話之後咧就話我哋表演特技，其實又唔係。你練得多咗多，你咪 OK 咯。嗱，中環嘅咪有呢個 IFC 咯，你喺灣仔旁咪有文化中心度啊。咁嗰個咧就窩形咧就係當時都幾 QK 嘅，因為你棚架要跟住嗰個窩形走，咁嗰啲搭棚師傅要將條竹要屈，即係屈翻攣佢跟翻嗰個網，佢個網嘅跟尾啊嘛。即係話幾特色㗎。出自搭棚世家，身為工程師嘅蘇宇成博士，更加用自己嘅學問同埋創意，就將竹棚進行大改革，保留咗傳統嘅竹，並加以改良，令到竹棚更加襟用、更加安全。咁咧呢個係竹東混合棚嘅模型嚟嘅。嗱，竹棚咧同呢個混合棚嘅分別在乜嘢？就見到呢啲混合棚咧就變晒鐵通。鐵通點解咁做？竹棚架以前咧最容易出事嘅乜嘢咧？佢材料自己霉咗，如果係受力嘅話咧，你係冧棚噶啦。第二樣嘅就係話呢啲位置佢嘅 major 嗰個 structural 個 support 嚟嘅，即係佢係主要嘅係結構上嘅支撐點。舊時竹棚架成日就俾人鋸，呢度鋸呢度鋸。呢度嘅鋸到七彩就冧棚咯。第二樣嘢就呢個位置咧又俾人解喎。嗱，而家喺呢個混合棚裏邊嚟講咧，我哋已經轉咗用鐵通扣咗個石屎牆裏邊，佢解唔到嘅。我哋要拆佢先 OK。第三點，竹棚架靠竹用竹篾紮佢嘅話咧，佢成個間冰房好似波浪咁啊，咁所以係咁用扣鎖死咗之後咧，佢好平穩，係一個係工作平台。喺上面人裏邊就唔會話喂，失驚就嘣就跌咗過落去呢度，唔會。我有2倍嘅呢個 safety factor。1999年 York 咧打風就打正，就呢個棚其實喺將軍澳有5個棚，有5個地盤嘅，4個冧晒，呢個唔冧。竹棚喺香港已經進化成為竹棚 3.0， 呢個創作仲喺內地嘅大型工程項目使用添。